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银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一个刑案社会案件，新区派3条刑案的通缉犯，因为呢有假车牌，警方昨天甲注意到，这个现场的凶嫌，这个嫌犯的地带中放假相关，因为赛车挂一个真影目的车牌号码是7777的假车牌，引起警方注意，昨天甲抓落来。嫌犯佫捌讲的假要配合线呢，油门站落就要走，佫弄到警察，佫弄一个警察乌多摆，佫弄2台乌多摆。造成一个桥倒摆人受伤，最后这个嫌犯又被警方抓起来，除了有3条罪名以外，即马佫加1条伪造车牌加妨害公务。你转弯记得打方向灯哦。我给你查个证件一下好不好？嫌犯把车停落来，计要配合警方的调查，看起来车门拍袂开，毋过后一秒。驾驶直接打油门，让警方倒去逢甲夜车附近的福兴路现场，真侪喇叭声，警方和民众做伙把驾驶拖落车。一开始听到撞击声，以为是车祸啊，连续冲撞好几台啊，有热心民众帮忙压，因为那个驾驶很魁梧就对了。昨暗时8点外，警方伫逢甲夜车附近巡逻，发现真青白的车牌7777，因为无拍方向灯，防抓来调查。现场的嫌犯先加做袂配合，坐落来打油门，赶紧逃走。上尾也伫福兴路和福上巷口弄到2台汽车才停落来，造成一位骑车的民众卡受伤。嫌犯拒检后从巷子里面冲出来，到大马路上撞了2台机车，最后在地面上还留下了长长的刹车痕迹跟大滩的油渍。监视器翕到警方抓人的过程，佫造成交通塌掉咧，车辆拢驶离开。是安怎嫌犯拼性命都要逃？原来是早期妨害自由、窃盗罪财案件的通缉犯。他本身因为有3件刑案的一个通缉那本日我们会再依照伪造特种文书罪，还有妨碍公务的罪嫌移送侦判。嫌犯开伪造车牌车辆真嚣摆，佫让警察伤害到无辜的民众，罪加1点。专以伪造特种文书、早期妨害自由、佫有窃盗等通缉，佫有妨害公务，甲人移送侦办。